治安警察局表示，星期二喺黑沙海灘發生嘅團客同導遊衝突事件，警方採取行動適當，而當時警員手持盾牌，只係作防護之用。黃彩晶報導。治安警察局副局長馬耀權喺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嘅時候，被問到星期二喺黑沙海灘發生嘅團客同導遊衝突事件，警方派出大批手持盾牌嘅警員將團客包圍嘅做法係咪妥當？馬耀權話：由於事件發生嘅時候個天已經開始黑，為防止有混亂嘅情況，先至派出較多嘅警力協助，做法係適當㗎。當時咧就我成次都咁講比較啱，同埋有需要，同埋嗰個事件咧可能會惡化，所以我哋派多少少人落去咯。咁咧大家都係覺得係適當嘅。咁日後咧我哋會係根據唔同嘅情況咧，我哋會係繼續唔同嘅部署嘅。佢又澄清指，當日到場支援嘅警員其實正係喺附近進行緊例行培訓嘅現職警員，並唔係外界所指嘅學警。而佢哋手持嘅盾牌只係做防護之用，係正常嘅用具。治安警話會對類似嘅行動做評估同檢討。馬耀權又話收到有團體打算喺今個月20號發起遊行，稍後會同有關嘅團體研究遊行路線。